你干嘛呢？啊？哎，没事。我看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。把那个包里的油给我拿来。哦。哎，不是老傅找我吗？他怎么没在啊？老傅他太忙了。吵架了？为什么呀？有趟货要出，油水不小，老傅他一直拖着不肯下手。嗨，老傅是文化人，所以想问题想得比较周全，没准儿他有自己的顾虑。他就是犹豫，不敢用新人。自打郑朝不见了以后，他一直都说没人用。怎么可能啊？人那么多，怎么能没人可用呢？那你说说，沿海这块谁能扛得住事儿？要说能扛得住事儿，那首屈一指肯定是老毛哥呀。他入这行时间最长，而且根基是最深的。我听说他随随便便打个电话，港口这些船随意他调动。老毛他老了，就剩一张脸了。这些人啊，就是给他面子。要真动起真格来，谁怕他呀？你要说能打，那就得数插嘴。他有勇无谋啊。有勇，还得有谋，那就裴瑜呗。鱼仔啊，他太贪了，对手下人太黑了，手下的人就是怕他，没有一个人真心为他卖命的。那大嫂，你这个条件确实有点苛刻了。要照这么说的话，那肯定是找不出人来。在我看来，倒是有一个合适的人选。还有这样的人呢？你别装了，我说的就是你啊。像你这样又年轻又有头脑又能干，对手下又大方。大嫂，你别这么夸我啊！这要是让老傅知道了，他不得吃我醋啊？是老傅让我来找你的，有批货从港口到株洲，想请你手下的兄弟出马。那他怎么不自己找我谈啊？他可能觉得我找你更有说服力吧。哦，美人计。嘿，这老傅还真是下了血本啊！你胡说什么呀？虽然大嫂出马，可是咱们也得明算账。好啊，我们是不会亏待你的。这个数怎么样？